喺香港呢個地產界裏邊，有一種客人嘅執着，叫做同傳承潛規則對抗。小晴入行3年，雖然唔算乜嘢老師傅，但係租務市場上邊仍然係磨練出一對金睛火眼。呢一日，佢接受咗一位名叫張小姐嘅客人。張小姐要求好明確，要同時租2個單位，一個係要自己住，另一個係要俾父母住，最好係同一個屋苑或者係鄰近嘅區域。客人呢個要求對於地產代理嚟講，本應係一個大生意，一次過成交2張單，小晴自然唔敢怠慢啦。接落嚟嘅1個星期，小晴帶領住張小姐穿梭喺各個屋苑之間。張小姐係一個爽快人，睇樓眼光好準，佢好快就睇中咗2個單位。喺租金嘅談判上邊，張小姐出嘅價錢非常之合理，同市場價相差無幾，甚至可以講係優質租客。但係每次小晴準備攞合約出嚟嘅時候，張小姐總係拋出一個令小晴頭痛不已嘅條件。小晴只要業主肯收1案1相，我而家就可以簽約噶啦，2間一齊簽。喺呢個租務市場裏邊，2案1相係雷打不動嘅潛規則。呢個不僅係保障業主，更係篩選租客財務能力嘅第一道防線。張小姐，我真係幫你試過同業主爭取噶。小晴語重心長咁樣勸佢，呢個已經係佢第5次重複同樣嘅說話。但係喺香港，2個月按金係基本嘅。如果我同業主講要1案1相嘅話，業主第一個反應唔係覺得你想快租，而係懷疑你嘅現金流有冇問題，甚至乎擔心以後會欠租添啊！張小姐搖一搖頭，固執咁樣講：我有穩定嘅工作，入息證明你都有睇過噶啦。我只係覺得押2個月按金喺業主嗰邊冇利息，好浪費。你試下幫我試試啦。成事嘅話，呢2間就係你幫我簽噶啦。小晴嘆咗口氣，為咗促成交易，佢硬住頭皮再致電俾業主。結果如佢所料，業主一聽到要求，語氣立即變得冷淡。1個月按金，小晴，你有冇搞錯啊？我嘅單位好優質噶，我隨便揾一個客都可以俾足2個月按金啦。如果佢連2個月按金都攞唔出嘅話，我點樣相信佢能夠交租啊？果然不到2日，原本張小姐睇中嘅2個單位就分別俾其他嘅租客以標準嘅2案1相搶先租走咗啦。小晴再次約見張小姐，佢將說話攤開嚟講：張小姐，你睇中嗰2個單位都已經租出咗啦，對方租客完全冇議價，直接俾足2個月按金。我都同你睇咗咁耐啦，我都想講一句真心話，你嘅出價係好合理，但係1案1相係呢一個門檻真係太高啦。喺業主眼裏邊，呢個唔係錢嘅問題啊，係安全感嘅問題。你如果咁樣落去，真係好多你心儀嘅房都租唔到噶啦。張小姐沉默咗片刻，佢嘅眼神依然透住一股執拗。我唔相信全香港嘅業主都係咁死板啊，一定會有急租嘅人會願意通融，你就幫我試試啦。接落嚟嘅1個月，歷史不斷咁樣重演。小晴帶住佢睇過不下10個單位，每次張小姐都表示滿意。每一次佢還嘅價錢都係一個漂亮嘅租金，但最後死喺嗰句1案1相嘅要求裏邊。有啲業主本來都已經心動噶啦，但係一聽到按金減半，立即就覺得張小姐係一個租霸嘅預備軍，避之則吉啊！小晴睇住張小姐一次一次咁樣失望，心裏都覺得好攰啊！作為代理，佢已經盡咗言盡於此嘅責任。佢明白喺租務市場上邊，潛規則有時候比誠信更加重要。最終張小姐都冇喺小晴手上邊租到樓。後嚟小晴聽行家講，
張小姐仲係喺不同嘅區域揾代理帶去睇樓，依然堅持佢嘅一案一償。我呢條頻道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，製作唔容易。如果大家睇到最後，不妨俾個讚好我，留言同分享呢條片出去，我就感激不盡啦。